大家好啊！今日咧好高興咧，我哋請到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性治療師李嘉恒先生 Gabriel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夫婦性親密關係嘅一啲嘅話題。大家好，你好 Gabriel。係咯，咁咧其實咧夫婦喺性親密關係上面咧，其實有啲咩嘅重要㗎？其實咧性生活入邊咧，喺夫婦關係入邊咧，當然我哋會覺得係一個夫婦之間一個好寶貴啦，好重要嘅事情啦，係咪啊？所以其實係好值得咧，即係夫婦去傾啊，去講啊，大家嘅性生活係點樣嘅，係咪啊？咁但係當然啦，喺性生活入邊其實有咩意義咧？夫婦入邊咁啊，當然啦，夫婦性生活除咗係生育小朋友之外咧，係嘛？呢個都大家都明白啦。咁我哋仲可以增加夫婦嗰個連結啊，係嘛？即係親密感咧，亦都會更加好嘅，係咪？咁當然你問即係性生活，你冇咗會唔會死咧？會唔會離婚咧？咁啊，當然都未必嘅，係咪？但係如果你缺乏性生活咧，應該好有機會係你會喪失咗你同對方嘅關係，同你親密伴侶關係之中一樣好重要嘅嘢啦，係啦。因為我哋視性生活咧係一個大家嘅一個聯繫嘅膠水啊。咁點解性生活會有啲咁嘅感覺咧？因為我哋性生活咧係我哋咧要好赤裸裸咁樣同對方一齊去咁做親密嘅事咧，係咪？其實係代表咗咧，我又係即係呢個時候我擁有你，而你又擁有咗我，大家互相一齊嗰個感覺嘅，係啦。咁當然仲有性慾嘅帶動啦，係咪啊？即係有心理同埋生理嘅性慾加埋一齊嘅時候，大家都嚮往呢件事咧，咁啊越令到大家咧係嗰個關係咧更加親密啦、牢固，令到更加心安，即係嗰個關係更加會覺得穩陣啊，感覺嘅安全啊，係啦，嗰個感覺咁啊比較重啲啦，係咪？係，所以親密嘅關係好嘅夫婦親密性關係咧就好安全、好牢固，好似你話膠水咁樣，膠水。但係如果佢哋缺乏呢個方面，佢哋又係點樣嘅狀態？如果當缺乏性生活嘅夫婦咧，通常都會引起一啲情緒反應嘅喎，好嘛？咁啊，例如我用試用一個例子去講下啊。咁我哋之前咧見到佢哋夫婦咧，就都係太太嚟求助嘅。咁啊，通常太太咧都係求助啦，有時佢會主動啲揾人幫手問下咩事啊？點解先生咧唔係好想同我性生活咧？成日都話返工又話忙啊，又話攰啊咁樣。咁但係咧，佢喺先生喺其他地方咧又好盡責嘅喎，即係錢財又會即係支持屋企啦，湊小朋友又落手落力啦。但係咧，偏偏係性生活咧就成日有啲藉口推咗喎。係啦，咁令到咧太太就好苦惱嘅，係咪？太太就覺得咁辛苦，即係湊小朋友啊，屋企又要煮飯，好忙，其實都好想咧先生翻嚟關心下、照顧下自己，或者同先生咧有啲親密嘅時間。點知咧，原來先生又成日都半推半就，又冇一件事咁樣嘅時候咧，令太太好苦惱，其實係好焦慮嘅，個人會好擔心，同先生唔再愛我咧，係咪唔再中意我咧？到極端少少咧，就會覺得先生咧係咪有第二個女人啊？係咪啊？所以又會 check 佢啲嘢啊，又會因為嗰個心裏邊不安全感好高啊，開始。咁但係當太太好想要性生活嘅時候，可能有機會催逼先生嘅喎，係咪？又叫先生點解你去咗邊啊？做乜咁夜翻啊？做乜唔一齊瞓啊？係咪？我想有性生活嘅時候，點解你都唔制啊？又好眼瞓啊？咁樣叫多幾次之後咧，又唔敢推先生啦，因為有時逼緊佢做嘢，係咪？咁但係先生咧，有時就其實都可能有機會唔知點解㗎，可能佢正咧就忙於工作啊，心理壓力好大啊，又唔想有性生活啊。太太要求嘅時候又覺得會好煩啊，嗰時又驚太太唔開心嘅時候咧，又梗嚟一次性生活啦。咁之後一次之後咧，就要等唔知幾耐咧，先至可以再有性慾啊，有翻性行為咁樣。咁所以大家嘅心理狀態都係有呢啲情況出現嘅。咁先生都可能會戰戰兢兢啊，又擔心翻屋企又俾老婆催促啊，咁樣嘅。咁但係個心情都係充滿擔心同焦慮嘅。所以見到佢哋如果性親密唔協調嘅時候咧，大家彼此都有一啲猜疑啊，唔知點樣算好啊，
你又點樣樣，又忙又驚嗬，咁所以咧其實個影響個夫婦關係都好大嘅，好多係。係啊。咁所以當嗰個唔協調嘅成因咧，就當然係有唔少嘅，係咪啊？可能係頭先都講少少啦，可能係工作嘅壓力啦，或者係生小朋友嘅忙碌啦、疲倦啦，又或者係親人嘅照顧啦、家庭嘅照顧啦，又或者係環境嘅轉變啦，係咪啊？有機會同咗屋企人住啊，咁你有兩個人親密嘅時間又會少咗啊？係咪啊？又或者係年齡嘅問題啦，更年期啊，或者年長啊，令到性功能障礙嘅機會有增加啦，等等好多因素咧，其實都會影響到嗰個性生活嗰個質素同埋次數嘅。係，所以性生活好重要，點樣去協調亦都好重要，點樣去彼此去明白都好重要。咁我哋可能都可以再有可能探討個原因啦，點解佢哋會真係唔能夠連結到啦？咁呢個種種好多，所以性治療師嘅工作都係好重要嗬。係啊，我哋性治療師嘅工作都係要每日都要見唔同嘅個案啦，聽下佢哋嘅事情，唔單止性咧，仲有我哋嘅即係大家親密關係啦咁樣。係。賽馬會再思婚姻伴孩成長計劃嘅宗旨係支援掙扎緊係咪離婚嘅夫婦，希望可以俾夫婦重新檢視婚姻，減少怨恨，作審慎嘅離合抉擇，從而減低對夫婦同孩子嘅傷害。詳情可以瀏覽我哋嘅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或者打27827560了解更多啊！鍾意我哋呢條片記得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下條片再見。